歡迎大家嚟到樂齡科技黃大仙嘅典禮儀式。咁啊，今日呢一個主題好重要啊，因為我哋講健康。咁咧就係頭先大家知啦，黃大仙健康城市其實已經做咗18年啦。嚇，咁喺呢18年裏邊咧，其實在座當中咧，各位嘅支持咧係十分之重要。咁所以咧就多謝呢一個健康城市嘅工作咧，一直都係幫黃大仙區成為一個促進運動嘅社區。咁啊，鼓勵大家繼續努力，做多啲嘅運動。喺咁多年裏邊呢，我哋係默默耕耘，全賴呢，我哋在座有好多位今日有嚟嘅我哋嘅所有嘅會長，佢係無私奉獻。咁呢，我希望借助大家嘅掌聲呢，多謝我哋在座咁多位。最後呢，呢度呢，多謝各位喺百忙之中抽空出席，亦都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快樂。多謝大家。主禮嘉賓咧，準備好你哋嘅手咯喎，預備1、2、3，亮燈儀式咧，寓意住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市繼續喺黃大仙區推廣樂齡科技、健康安全嘅信息，恭喜晒！